目屎滴落，变做一条溪，一条河。因为珠泪像雨水落袂煞，总是伫爱情内底找无出路的人要大声喊话。你是我欣赏思慕的人，也毋过思念你的心肝，你甘知？这条台语经典的作品，原主唱人金曲歌后曾心美要来和咱开讲。开讲，伊甲这条歌的作曲家王尚宏老师，两个安怎样熟悉，安怎样往来的过程。王尚宏老师看起来，他就是一个好像还蛮乐天派的人。对，他不是一个很悲伤，也不是一个很多愁善感的人，但是一定得当下一款歌，这是我感觉真特别的所在啦。啊，因为当时看到老师，然后就觉得说，啊，原来这个思念你的心歌，你刚才的词曲老师是这位老师，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会有很大真大迄个心肝内迄款差异真大。伊是有咧讲伊过去有一段无好的感情啦，但是虽然讲伊即马的感情世界真好，伊甲因某就是很快乐，真快乐。即马可能伊曾经捌甲我讲，伊即马可能无法度写出一款歌啦。可能在他这一辈子内底，伊可能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当讲是唯一的一首，伊有法度。这样有内心的故事，这种感情的歌。王尚宏老师，一只祝福你，也希望讲你继续将这个思念你的心歌，你敢知？这款的好歌给延续落去。啊，希望讲你伫做词作曲的这条路上，会当做更较多、更较多、更较好的歌曲，给大家听。多谢你，我爱你哦。在流过偌多离别的目屎，每一摆拢期待你会搁再来，用心肝对你讲，我会用心来等待，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时间已经造成你咱的阻碍，想要飞去你的身边，敢会使？用目屎伫心河，望你讲出一句爱，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明知你对阮真亏待，阮犹原踮在真远的所在，用真心为你等待又等待。明知你对阮无真爱，明知你对阮真亏待，阮嘛是心甘情愿比你害，一世人将情债全部害。
目屎伫星河，望你讲出一句爱，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明知你对阮无真爱，明知你对阮真亏待，阮犹原踮在真远的所在，用真心为你等待又等待。明知你对阮无真爱，明知你对阮真亏待，阮嘛是心甘情愿被你害，一世人将情债全部害。明知你对阮无真爱，明知你对阮真亏待，阮犹原踮在真远的所在，用真心为你等待又等待。明知你对阮无真爱，明知你对阮真亏待，阮嘛是心甘情愿被你害，一世人将情债全部害，一世人将情债全部害。欢迎王尚宏老师台语歌坛情歌的圣手，老师欢迎。哎，谢谢，大家好。老师，这条歌那亲像讲本身就甲伊的歌词同款，有足波折的过程，你毋捌安尼讲互大家听？唔捌。当初就是有一个伫咧酒店上班的小姐，伊去日本，跟伊妈妈见面，尾转来台湾，伊讲伊妈妈叫伊莫阁去找伊啊。伊甲伊的从按细汉甲伊伫咧上班的这个心情故事写互我知影，来我的厝诶，甲我讨论。伊讲伊想要甲这首歌甲发表出来安尼，我想讲你写的都毋是歌词啊，所以讲我看我的合作这个我的这个陈若英老师，较甲伊的所有的一个故事甲伊做修改安尼。伊足思念伊，伊阁袂当去看，伊阁知影妈妈伫倒，系啊，所以当初足侪人唱这首歌的时阵，拢会当作是感情的歌。因为你写讲一世人将情债全部害啊，所以讲伊当阵伊就是讲去看伊妈妈七天，这7天内底，伊就甲所有的思念，甲伊的情债行掉啊，嘿，所以讲当初会去写这个，就是感觉伊即马甲这行掉，伊可能。心里迄个歌爱也较无啊，是。我所知影，迄个时阵你原来拄开始咧写歌。创作嘿，我迄当阵上早写就是写《伊雅花》甲《少年家》，嘿，这个罗时丰的对。尾就是开始我写的歌会当卖出去啊，我就足欢喜的。所以讲，我就慢慢开始去酝酿一寡我的物件安尼。迄当阵足。欢喜的，就是我身边有一个，迄个叫做郭之仪老师，嘿，伊就开始足早就替王世贤因一寡歌手咧写歌，我慢慢我就是讲，无就用我嘛懵写安尼，嘿拄开始我真正袂晓写台语歌词，阮太太有一摆去拜拜，要转来的公车顶悬，阮太太是外省人，根本就袂晓讲台语，伊伫咧公车顶悬呢。去想到4句的台语歌词，写倒了伊足欢喜的，你知无？我迄天暗时我就去上班，上班了倒来伊讲，汉尼，我甲你写一条台语的歌词，你会当看卖？我讲你莫后白操蛋，你哪有可能写台语歌词？对，我想，叫一声燕仔花，看到你我有够有衰，对啊，哪会一个面像苦瓜，互我看到3步腿，我讲哦。你哪会当一个外省人会当去写这种物件？嘿，对啊，所以讲我就感觉，我可能这条路是伊要帮助我去行。足侪人拢唔知这条歌是咧写给妈妈的歌，对啊，因为阮当阵有一个想法，就是讲，
一首歌要互唱的话，可能伫每一段的感情，比如讲亲情的感情，爱情，还是讲即个咱一般拄着一寡酸甜苦辣，我感觉唔免写甲遐尼坦白啦，唔免写甲遐尼白，可能大家咧唱的时阵，伊会感觉讲这是伊的故事。拄开始迄当阵，二姐有咧讨歌。我写好的时阵，我足欢喜，我感觉这条歌的旋律啦，嘛是一种新台语，我教伊应该会介意。对啊，结果伊当阵唱片公司就讲伊无要搁唱目屎，我一个礼拜就是有目屎这2字啊。对啊，我尾有甲制作人讨论讲，我会当改歌词无？伊讲唔系，你这条歌你若改歌词会足拍算的。对，因为你写的从按开始入来到尾啊，所有结束的所在，你若无这个目屎，因为目屎记生号嘛，伊是一规个是连贯的。我听伊嘛是有理咧，所以讲我就无去执着这个歌词的问题。尾仔就是还有另外一个陈俊成老师，伊当阵都要制作新美的专辑。我就无我等落陈老师好啊。迄当阵陈老师因为有来甲讨过一个演唱会较少年家，我感觉这是一个缘分，所以讲我就甲这条歌交陈老师。新美的声音其实有自己的一个味道，我感觉真好听。尾仔听我感觉唱了真好，对啊。佮过无偌久，甲敲电话讲公司要做主拍，要大8点档，迄当阵是。叫做台湾阿祖吧，阿叔啊，系啊，美凤姐演的，对啊，伊就讲要做主拍，我嘛足欢喜的。第一摆有我会当做主拍，我就足欢喜的安尼，嘿。老师，真正歌有家己的生命，歌会找家己的路呢。是啊，无毋对。我写足侪歌，拢是行去了，可能是伫咧专辑的第6首、第7首，尾仔竟然迄张专辑内底红的，就是迄首歌。像小迪哥的《红尘情爱一场梦》，这首歌就是全省足侪人做去歌唱比赛拢会唱这首。无就是歌唱班，就爱教这个歌。对。你是安怎样开始对音乐产生兴趣？我其实伫咧17、18岁时阵，我就家己听着音乐，我就有感觉，可能我音感袂歹，我就甲阮厝的讨350块。我骑脚踏车，骑孔明车去台南。你看我脚小二麻痹我迄当阵安尼骑到台南去安尼去找一间吉他的伊个制造商，我入去。伊讲，你要创啥货？我讲我要买吉他。伊讲你哪会无带恁高雄买就好。我讲无迄伤贵，我买袂起。伊讲你砸偌济钱来？我350块。伊讲350块要安怎买吉他？无可能啊！迄个头家尾仔嘛是卖我，伊讲安尼好，你350块，你摕互我，一支你派转去。转来了，我就开始练，我练3个月，我家己看谱安尼练，因为我的音感袂歹所以讲3个月了，我就开始创作。尾仔就去民歌舞唱歌。19岁要到20岁的时阵，我去来台北，去来台北迄当阵拄伫咧西门町有一间100拉，迄当阵就是小燕姐节目叫100拉，我伫遐唱。我伫遐唱的时阵，我去熟悉着陶大伟，迄当阵陶喆还佫足细汉的，我伫遐唱歌唱年外。高雄有一间新开的西餐厅，讲要找3人组的，我迄当阵我就甲一个于小鱼，佫有一个郭子仪。甲阮3个人就组一团，去遐唱歌安尼。开始我较22岁，我欠钱，阮妈妈标花啊，我去买钢琴，我就拢家己练。微风吹苦水蓝，找袂振动石头的野青，等袂当的石心肝。千年
万年山，尖山若藏小歌，无法度贴合石头的美顺，大地裂开的形影。石头心若牛芳，拄着温柔的多情人，用千年的路行者，装你受伤的石头芳。石头心若牛芳，拄着有心的多情人，用万年的乌云线破碎的心，才天会空。万年心，被风吹苦水难，找袂振动石头的影子，咱袂当要照心肝。千年车，万年山，尖山若藏小歌，无法度贴合石头的美顺，大地裂开的形影。石头心若牛芳，拄着温柔的多情人，用千年的路行者，装你受伤的石头芳。石头心若牛芳，拄着有心的多情人，用万年的路行线破碎的心，才天会空。石头心若牛芳，拄着温柔的多情人，用千年的路行者，装你受伤的石头芳。石头心若牛芳，拄着有心的多情人，用万年的路行线破碎的心，才天会空。我感觉有当时啊，创作是你若有徛入去迄个位置的时阵，你都会去想足侪个物件。啊，我咧写歌，我是用画面，我会去想一寡画面。咱写歌就是有景嘛，有人物嘛，有感情嘛，所以讲我就甲这几个大方向，我就把它就是这样创作的一个元素，对啊。咱知影讲，自从结婚了，你和陈老师两个就真恩爱，对，拢无啥红放杀的，叫你拢写歌，写迄个红放杀的。因为情歌你得爱互去听入心内啊，对吧？你若无听入心，人咧唱不痛不痒。你写出来这个歌，就是每一个人的故事，哦，有一个很大的方向，爱大家拢有共鸣。感觉安尼这条歌应该是较会成功啦，我的感觉是安尼。啊，石头心这条歌，哦，石头心这作词是一个阿郎老师嘿，叶梦郎老师。迄当阵伊写好的时阵，伊嘛是哦，迄歌词嘛是落长，嘿啊，我甲伊稍微修改一下，毋过我无挂名，我讲阿龙你的这个内底有足侪物件吼，拢真好，吼，比如讲你用的石头心面是要安那必顺，对啊，啊这就是伊咧写这个感情的，
定的一个物件，足定的物件内底竟然有遮尔软、遮尔破碎的一个心情，我感觉这是一个对比，对啊，所以讲我就感觉改啊，歌写，我就甲藏的，我甲藏的了吼，藏足久啊吼。有一摆阿杰来要，我当初有咧甲制作伊的专辑嘛，阿杰来就讲，老师啊，你有啥物歌无？我讲有啊，伊讲安尼我来恁兜拣，我就甲我的电脑拍开啦，互伊拣，拣，伊甲拣到石头心，我讲无呢，这条歌我家己要唱哦。伊讲你唱无我会红啦，我唱一定红。我讲好啦，无我就歌爱互伊。伊现场有唱互我听，伊真正唱迄个味真好，嘿，所以讲我就歌爱，我就互阿杰仔去唱安尼。咱嘛真知影讲情歌要互听到心肝内，迄是作词作曲家的灵感甲用意。毋过老师我所知，嘛有迄个足轻松快乐的歌，你家己唱会听到心肝内的呢？家己有一首啦，我感觉这是我第一摆甲一个三基老师合作的。伊当阵伊已经挨满，伊本来甲我，互我这个词的时阵，我是要写互单位唱的。因为伊挨满，我有去病院甲看，我有甲答应，我讲无这首歌我来唱，吼，我来录，尽量在你还有伫咧这个人世间的时阵，吼，我甲完成作品，互你听安尼。迄当阵伊已经挨满啊，无法度，因为我录好的时阵已经往生啊，所以讲我就甲即个录好的作品，我就放伫伊的即个灵前吼，互伊听，我放里互伊听。我有甲讲即张小的专辑，咱若有卖出去，内底30%还是40%，吼，我会互你的囡仔，对。所以讲这嘛是我一个足遗憾的代志。可能这首歌我咧唱，因为我无去宣传，吼，无遐尼红。毋过，若是互别人去唱，可能无多人去照顾伊。因为我若袂有唱片公司，我无可能跟唱片公司讲条件，讲你一张的专辑内底收入偌济，你也拨互这个三七老师的囡仔。所以讲我当中我的自己也成立唱片公司，啊，然后去发行这一张，但是没有做什么很大的广告，电视都没有广告。我就伫咧电台啊，吼，加减仔猛走，我当阵全身拢走，嘿，我就加减仔去拍安尼，嘿，搁去走即个歌唱班，我去歌唱班去卖，我一张安尼卖，一张200安尼去签安尼，是啊，不过包含真侪足迄度的艺人，因唱着三基老师的歌，我家己身为一个爱听歌爱听众嘛，会感觉讲，迄个歌词拢真奇卡。你是安怎甲三基老师熟悉？三基我熟悉伊是因为迄当阵乾坤唱片我咧做单位，伊有一首词叫做《出温》，嘿，乾坤头家传互我的时阵，伊讲叫我甲这条歌甲谱曲。结果我看，我咧洗身躯的时阵，我出来5分钟，我把这条歌写好啊。迄当阵我搁毋捌看过三七老师生做安怎，拢无甲伊联络过。尾啊，就是即个乾坤的头家，伊甲一寡三基写的作品，吼，拢寄互我。伊讲无你甲三基老师吼见一下面的。我当阵我就请三基老师来我厝的遐，我请伊去食一寡素食吼。伊当阵有带因查某囝来，敢若搁伫咧读国中尔，嘿，我较去知影讲哦，伊原来伊生3个囡仔，2个查某，一个查甫的，伊的父亲是咱这个越南的，伊当阵伊已经嘛甲伊离开啊，所以讲我就甲伊这个心愿呐，去帮他完成安尼。你安尼甲伊一当吼，你对伊是记一世人。对。我每一年，我迄当阵去病院甲看的时阵吼，有甲翕相。每一年只要到迄个时阵，伊的相片就跳出来，伊的相片就跳出来，好像在提醒我，爱去关心伊的查某囝、伊的囡仔安尼。三基老师这本书敢若一个回应，点到讲你家己出来唱歌，出热情烧滚滚这个专辑。不过我所在吼。内底每一条歌，那亲像拢你本人的故事，搁另外一条做越头看。对。讲是咧写对妈妈的心情，对不？对。我要离开高雄的时阵，我妈妈就是讲吼，你这个
戆囝，你就是若要做什么代志吼，你拢安尼一个头就乱入去安尼，系啊，啊拢也无咧想讲伊的效果到底是安怎，对啊，所以讲有当时咱回头看的时阵，我感觉时代人有足侪即个建议要互咱的时阵，咱是安那无要思考一下，少年啊学白种，对啊，啊咱就加行足侪枉费的，就冤枉的路。啊，有当时可能咱也伫高雄咧唱的时阵，嘛是会当啊，咱嘛是会当，毋过就是无法度唱起来台北，佫会当创作，会当拄到遮尔好的环境安尼。我无比人较细汉，我无比人较含慢，我绝对要拼出家己的成绩。我相信迄个时阵少年，老师一定嘛安尼想。对，无毋对，因为自细汉就是身躯边有足侪人照顾我。我要国小要去班级的时阵，一定拢有一个人会爱我。其实我会当行，啊，伊就讲啊，你安尼行伤慢啊。然后那伊足粗勇的，伊就爱我去教室，对啊，啊要下课的时阵伊就爱我落来。所以讲，长期以来，我边仔有足侪贵人，拢安尼帮助我，系啊，所以讲我就感觉，我有能力的时阵，我一定要帮助我身边的人，对，这是一种学习加付出。咱有受到人的这个温情，咱就爱行互人，唔是行互迄个人哦，咱来行互咱感觉咱需要去甲帮助迄个人。相信讲妈妈渐渐老的时阵，对你的成就嘛会感觉真骄傲。妈妈伫咧2年前过往去啊吼，啊，伊就是讲希望我啦，就是会当甲我的小弟姊妹照顾好。啊，其实我自高中毕业，我就无过升学啊，我就开始食头路，因为厝的环境无好，我就爱去照顾我的妹妹。啊，我细汉5、6年，我就开始伫咧厝的我的煮早饭啊，啥物货，系啊。啊，我的小弟小妹，阮到即马拢足团结的。虽然妈妈拢无去啊，毋过阮高雄的厝，就是阮永远的一个守安尼。坐了最后一班回乡的夜快车，多年的挂念甲思无的心声，车窗外的月光照伫涂骹，思念啊，思念啊。一生为着前途，狂妄地打拼，袂当有孝是故乡年老的时代。去当时的愿望，我用青春来交换，倒去呀，倒去呀，我头看。人生愈流三四线，如今这剩岁月来陪伴，叹一声可惜啊！我头看，人生难免有变化。当初恁的交代我唔听，经历富贵，路途是条注定。坐了最后一班回乡的夜快车，
多年的挂念，甲思慕的心声，吃通我的月光，照伫涂骹，思念啊，思念啊。一生为了前途，惶惶地打拼。袂当有效故乡年老的时段，去当时的愿望，我用青春来交换，倒去啊，倒去啊！我头看，人生愈流三四线。如今只剩细歌来陪伴，叹一声可惜啊！我头看，人生难免有变化。当初恁的交代我唔听，因你负累，路途是了注定。如今只剩细歌来陪伴，叹一声可惜啊！我头看，人生难免有变化。当初恁的交代我唔听，因你负累，路途是了注定。家己作词作曲，这一坎；制作唱片，另外搁一坎；做甲讲家己出唱片做头家，家己打出来目前搁一坎。出来开唱片公司是我这世人上戆的一件代志。哪会讲安尼？无，因为迄当阵我就是想讲哦，你若无发行的公司啊，无唱片公司，你若家己安尼找人发行嘛是无好。所以讲我就迄当阵50岁，想讲啊，无咱就退休好啊，莫搁去平安路吧上班。9点上班，凌晨3点下班，我感觉迄是对身体嘛是无好。老师，平安路吧嘛是轮班，哪有人上班遮久？无，伊家己有投资的店，家己赚较好啊。对啊，系啊。爱讲啦，安尼阮就知啦。6点钟的时间，对啊，迄当阵就是咱台湾即个经济非常好的时阵啊，对啊，所以讲，逐工你有赚袂完的钱啊，对啊，慢慢就是来开即个唱片公司来做。你要做，你家己嘛是爱有签新人啊，所以讲我就吼。找一寡有些歌唱比赛还不错的新的声音，嘿，所以讲迄当阵就是有做几啊场安尼，做了我阁有去拍这个电视台，拍这个广告，对啊，慢慢了解讲即马的起草已经无像较早遐好啊，所以讲我前2、3年前我就甲唱片公司注销啊，对，因为感觉。这不是我会当生会起的物件，对，我还是乖乖写歌就好。老师讲这吼，照讲写歌熬写，包含讲制作熬制作的人来开唱片公司是合情合理的。结果你讲，这不是我生会起，安尼到底谁才生会起？第一，你就是爱有金主，因为咱即马的产业拢行去数位化，所以讲这个数位化的物件就变成讲这个网络足重要的。网络呢，拢是一寡少年的。你讲年纪较大，咱遮的长辈啊、时代吼，因可能唔知影要安怎去耍这个电脑，包括手机啊，伊要安怎去下载，要安怎登录，伊可能嘛拢唔知影，嘛是拢爱时势来替伊用。所以讲，即摆咱规个产业啊，这个音乐的产业都已经无共款啦。对，所以讲自从开始即个
唱片开始无咧卖 CD， 开始无法度卖甲超过讲几啊万张的时阵，迄就是一个警讯，对啊。所以讲即马其实从事这个唱片公司的，包括这个迄个拢足辛苦的。啊，咱嘛知影，咱这个产业嘛是有足侪写国语歌的人来写台语歌。啊，这个台语歌其实我感觉啦，若会当讲继续一直写，啊，家己会当交互对的人唱，感觉即马伫咧网络来行销嘛是一个真好的。啊，无一定讲爱大迄个一寡唱片公司，比如讲去拍这个片头片尾，嘿，因为你拍片头片尾，伊嘛是卖遐个数量，只是讲可能歌手会较红尔，对啊，大家人较知影。所以讲我嘛有咧思考，我是毋是会当找一寡少年的，即马当要创业的，来成立一个个人的这个工作室安尼。啊，这个工作室你就会当，譬如讲，包括含一寡媒体啊，啥物货，咱就会当铺去你顶悬，啊，咱来做行销，来做一寡计划安尼。我常来咧甲学生讲，恁这老本的这观念非常重要。你有这个本，你以后若想要去冲一个啥物事业的时阵，你冲出去了，你一定会有输有赢嘛。啊，剩的你唔通讲转来，搁要去共借钱啦，搁母甲规个家庭无好安尼。所以讲，我咧投资这个物件时阵，我是有量力而为。是讲你头拄我咧讲少年的时阵吼，老母咧烦恼讲你冲过头，啥物代志都变。啊，变到即卖的老本，这是因为你的看守陈若英老师，还是啥物原因造成你的改变？你完全讲到这个重点，因为伊会去甲我还价嘛，伊会去顾讲换这咱的开销，咱的一寡有诶无诶啊，咱的贷款啊，嘿，所以讲嘛是要感谢若英老师安尼会当伫咧我后壁安尼，该喊的伊甲我喊，该杀的伊甲我杀。我有当时啊伫外口一寡是是非非啊，啥物话转来伊若有听着安那，伊嘛会甲我甲解破讲当时啊，咱伫咧外口爱较圆融的，啊讲话爱较细腻安尼，嘿。老师，我捌听过你讲过一句话，你讲因为伊足有爱心，伊接纳送互，伊安尼互我一个温暖的家庭，我嘛爱为着伊打头打起来，互伊经济无烦恼。恁两个真正是互人足欣赏。我感觉一切拢是缘分啦。啊，每一个家庭有每一个家庭的故事，所以讲伊会当看会起我感觉这是我一世人到目前为止是上大的幸福。嘿，最近有写歌互伊？有咧，我写这首歌，即马还未发表的。嘿啊，歌名叫做《食老才知你的好》。敢若听歌名，拢免听歌词，心头都温暖啦。就知影你要讲啥。希望就是会当甲我每生活中的每一个点点滴滴我拢会当甲写成一首歌，啊，会当代表是咱这个社会大家人的这个心情故事。到时若是有缘的人会当去唱着，啊，因就会当去发扬，啊，互有听到的人嘛会当去去学唱，嘿，啊，甲这个歌甲伊发扬光大呢。咱来送师母一个礼物，你对伊镜头讲几句话？熟悉若英甲即马已经30年啊。老实讲，一般健康的人会当接受阮这种身体有缺陷的人，迄伊家庭会当接受我，所以讲伫咧我这30年的当中。我足辛苦的，毋过嘛足满足。
内心有很多画面，我现在有很多画面跑出来。吵吵闹闹，我对因家庭的付出，对伊身边的人的照顾，我总算我走过来了。谢谢你。咱的感情明明不是假，为安怎这段缘分哪会这呢短？偏偏你是我上爱的彼一个，雨已随风飘过，拢是情深悲，坚定往事。通用换变卡伊来挽回，伤心人唱感情歌，唱好无情人听，一声声一句句惊，阮来看山，将迷茫来打散。伤心人唱感情歌，痴听的心肝，一点点一滴滴。将心事来到我问也问无感情歌。怎这段缘分哪会这呢短？偏偏你是我上爱的彼一个，雨已随风飘过，拢是情深悲，坚定往事不堪来后悔。在这个繁华世界，需要真心过，唔通用看见卡伊来挽回。伤心人唱感情歌，唱好无情人听，一声声一句句叫阮来看山，将迷茫来打散。伤心人唱感情歌。一点点一滴滴，将心事来到我问也问无感情歌。伤心人唱感情歌，唱好无情人听，一
现主是伫歌坛，伫业界足拍拼，嘛期待讲拍出家己名声的少年歌手吴永斌，永斌欢迎。古筝老师，个咱尚宏老师，各位电视机头前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斌。老师，我头拄仔咧讲这公道话啦吼，永斌因的拍拼绝对无输当时二姐，无输当时严峰兄，但是吼，即马要迄度要出名，讲起来环境搁较艰难咧。对，无毋对，因为产业的问题，即马足侪即个音乐方面的节目已经足少啊。哦，尤其你看咱即马国阵即个节目安尼遮尔好，哦，我要来上节目之前，我有每一集我拢去看，哦，我感觉这是非常优质的一个对咱即个台语探讨，和咱即个文化台语文化传承，甲即个音乐性的物件，我感做了非常的好。老师，我嘛感觉足好去，公司台语大的支持，咱当坐踮遮开讲。是。啊，咱头拄仔咧讲，歌就爱拄着人，歌就爱找着路，拍拼的歌手嘛爱就爱好歌。头拄仔听杨斌咧唱《问感情》，啊，所以咱来坦白讲哦，甲小虎歌关主唱比较起来，你甲指点一下。我甲你讲哦，伊的即个丹田啊，甲各方面绝对是无问题。对啊，即个唱歌即个技巧啊，甲即个即个弹性方面，可能爱个小可加强一下。今日别出来操你，一定爱先甲咱尚宏老师讲哦，伫关公面前耍大刀。我觉得尚宏老师的歌，真正论感情、论技巧，还有各方面，我觉得都非常的恰到好处。而且老师伫写歌这方面，有一届真正是讲一个机缘啦。拄着尚宏老师，迄当阵吼，我较毋捌代志，较少年，因为我迄当阵还未发片，嘛还搁咧做学生啊。咱足久进前啊。足久啊！伫一个机缘吼，拄着尚宏老师，迄当阵有一首歌足迄度的，是这个许富凯啊。所唱的歌曲，尾啊吼，我就甲老师塞奶，我讲，老师你敢会当拜托甲我写一首歌，互我讲吼，伫唱片公司安尼会当讲唱着尚宏老师的歌。我那会当安尼甲许富凯共款大迄度的。当然啦，你讲的是倒一条歌？爱记好就收，这首歌曲嘛是老师。啊，你甲老师开嘴，老师安尼甲你应。但是老师就讲。这首歌无适合你啦，你放弃啦。对啊，我迄当阵其实嘛是家己嘛有感觉讲吼，有一些自知之明啦，也觉得说自己还是需要再努力、再打拼一点点。对。哇，迄当阵歌都已经卖互唱片公司啊。所以讲，就较无图答应永斌这个要求，系啊。尾啊，永斌敢若伫唱片公司迄边遐嘛有甲照顾了袂歹，系啊，对啊。是。因为既然签去唱片公司讨歌，就较袂私底下邀歌，拢是唱片公司来讨歌，系啊。当时写过，伊讲哦，这歌袂歹哦，毋过无适合永斌。有当时唱片公司因家己去做这个决定啊。对，拢也阁无缘分啊。对，拢也是无缘分。希望接落来这个这个，伊要搁发片啊，是有这个机缘的时阵，你免客气，你尽量甲老师开嘴。哎呦，真的。老师，天龙讲吼，这学生啊内底你算真欣赏伊的，我所在。原来对伊真鼓励啦。虽然伊安尼心肝足歹，但节目中讲你甲嫌，讲迄条歌无适合你，但是吼你甲鼓励原来袂少。因为伊讲过嘛，迄当阵伊少年拄出来，经过这段时间了，伊的淬炼啊，伊的成长，所以讲变做尾啊，伊的唱歌伊的稳定度也好，技术也好，这声音的表现嘛好，所以讲这一段一段。富凯伊拄出来的时阵，拄开始咧比赛，伊嘛拢无摕冠军过啊。伊就是慢慢经过这个舞台，家己训练，自己要去淬炼。所以我当时练单练10年，真正练单你要练10年，10年了出来了，你该脱胎换骨。系啊，所以讲爱个加油。杨斌兄，咱人才也无较输人啊，咱歌艺也无较输人啊，总是今仔日来开讲吼。
你甲阮回想一下，讲你对几岁开始对台语歌呢开始产生热情，烧滚滚讲一直要唱台语歌。应该差不多伫咧幼稚园的时阵，因为我感觉是阮爸爸啦，阮爸爸就亲像，算是一个启蒙老师。因为自细汉我就印象最深的，对幼稚园哦，我讲毋捌字，毋捌讲吼，这是啥物字要安怎讲的时阵，阮爸爸就讲吼，你学一首歌，我互你20块。哦，迄当阵咧算大赢哦，阿伯啦，所以你还少年还少岁哦。所以我嘛唔知影讲吼，这个钱的这个数字啦，啊，佫足细汉的是，我家己吼真正拢足爱唱歌的，啊，但是阮爸爸就是足爱听台语歌，拢听，迄当阵有叶启田老师，啊，佫有洪荣宏老师，拢听一寡较有开口的歌，所以我到今嘛是会晓唱足侪台语歌曲。啊，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经验，会慢慢累积。我嘛就感谢阮爸爸安尼甲我鼓励。无啦，毋是感谢啦，就爱甲爸爸怨叹讲，爸爸我自细汉就是讲唱台语歌会当趁钱，结果即摆才知影讲唱台语歌这条路遮辛苦。当初你摕20块甲我拐了吼，害我行对这条路来。但是我家己嘛足爱唱歌呀，尤其是对台语歌，较传统的台语歌，其实我嘛小可有去学到一寡这个传统的技巧。我真知影讲，你的熟识王老师嘛是对爸爸遐牵来的嘛。阮兜就是住中立，啊，阮爸爸就去一间XTV 音乐XTV遐唱歌。是。啊，尾也实在迄头家甲头家娘，啊，头家甲头家娘嘛是王老师你的学生啊。有一届，伊就讲吼，顺续要介绍王老师互你熟悉无？我讲，好啊好啊，我真正足欣赏老师的作品，因为迄当阵吼，足侪歌思念你的心歌，你敢知？啊，搁有这爱记好着收，啊，搁有一首歌是袁小迪老师的。哦。有一首歌，这首。安定真爱一张棒。对，这首歌我足介意的。是。啊，迄当阵就是足欣赏老师的这个才艺，啊，足侪作品会当讲吼，互阮伫咧比赛，也是讲吼伫咧表演的时阵，会当唱足侪歌曲，就是非常的喜欢。啊，拄好有这个机会，会当熟悉王老师，我当然马上就答应。啊，就是其实嘛是因为爸爸的机缘啦。我知影老师嘛捌写歌哦，形同较不便的朋友，写一条《展翅飞翔》啊，对。迄首歌是因一个团体，啊，因就是爱要办活动，啊，我就甲这条歌写。我讲会安尼要叫什么人来唱，我唱可能无迄个味道，啊，我就麻烦康，啊，康就讲哦好啊，说咧你讲的拢好，啊，伊嘛是自咧读册的时阵就开始派珠宝听我唱歌，我感觉这拢是缘分啦，啊，咱会当做的咱就做，系啊。我嘛足欢喜的。老师已经伫音乐的世界内底天开实果，已经飞去足悬的所在，互阮下辈抬头看。希望讲老师继续写足侪好听的作品。感谢老师，今仔日甲你开讲足好，啊，我要请你在咱心所爱的歌镜头前，可比讲全世界出名的电影明星同款，甲阮引导，互阮流恋的手艺。老师请。谢谢。老师，请坐。哦，这足特别的呢。所爱的人相信你毋是石头心，因为咱问感情，回头看，你我拢是热情烧滚滚，对音乐的每一句话，转变做歌词，转变做歌曲。老师，你继续写成歌，阮继续期待。啊，阮希望讲有一天，老师咱好好搁再来开讲。感谢朋友心所爱的歌，下回搁再来开讲。老师多谢，谢谢。